因应着时代变化，台南市为着要让后一代囡仔对咱的过去历史文化有更侪了解，特别想出甲文化古迹结合学校，即摆北区区公所第一摆关头合作，邀请到国立的清华大学、府城关兴文化艺术基金会、甲文贤国中来合作，透过清华大学荣芳杰副教授所指导，开发出即摆的合作教案。古迹就是教室。在这个提案里面，特别跟我们清华大学总教授做了结合。那我们希望把我们传承数百年的一个宗教寺庙里面的内涵，把它更能够多样化。所以，让大家来到宗教寺庙里面看到的，除了信仰之外，除了心灵的寄托之外，我们还可以学到更多在我们先人的智慧留在我们寺庙里面的一些分析。北区区长表示，今年是第一摆办安尼活动，希望未来会当维持继续针对古迹开发出更完整的教案，创造古迹庙宇空间有经济多元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一个实验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开始呢。那其实我们台南本身就是一座大的美术、大的博物馆，那尤其北区更是一座非常具有非常多人文跟历史的一座博物馆。那其实要把这样子的资讯慢慢的推广出去，其实需要非常多的方法跟的工具这样子。那其实这几年北区区公所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一直在把这样的文化历史如何去推广给我们在地的学校、社区跟民众一起来参与。所以他这几年北区就是利用我们这些社区营造的经费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在文化局跟在市政府立场是非常支持这样的计划。活动现场嘛，议员甲议员候选人做伙去到现场来见证即摆建构合作，希望未来当有经济学校做伙来参与安尼活动，互学生会当甲古迹当作教室，对内底去观察、探讨甲学习。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